大家都以财富跟金钱为追求快乐的目标，那请问怎么样才是真的快乐？财富与金钱真的是我们主要追求的快乐吗？对，这个也是同样的。那当然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、共同的目标是一样的。大家都觉得只要是有金钱，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。当然也是没有错，你从外表上或者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面看到，金钱是可以有金钱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。那么有金钱的话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下来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有，所以就也可以这样去想。但是真正的在快乐在哪里？真的有两个，就是外在的快乐跟内心的快乐，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们人类真正的需要的就是不是外在的快乐，我们人类真正的需要的就是内在的内心的快乐。那么如果是在内心的快乐真正要得到的话，那么金钱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内心的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可以形容很多，或者是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对照来看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他又得到了多少的内心的快乐？尤其是他真正的面对在生死轮回的时候，那他有多少的安心，或者是得到多少的平静心？这个来说的是非常难说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说，金钱并不是说给你永久的快乐的那个，给你永久的快乐的那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法。佛法是为了什么？佛法就是可以净化人心，人的心里面的一切烦恼可以净化，所以人的心到了一个瓶颈，就是永远不会有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境界，这就是佛法给你的，所以就是佛果。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，那当然是很多人认为金钱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也是为了金钱一直不断的去为了这个做努力，然后就工作也好，然后做生意也好，反正一切的努力。那么在很多人平常在真正的在人跟人在面对的时候，就是讲起来的时候，有些的工作呢，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讲出来的，没有办法讲出哭的，因为就是非常的不好的工作，但是也是为了金钱是可以做的。所以就是金钱是我们人类呢，就是当做它是非常重要。那如果是没有这些怎么说呢，物质的条件也是不行，但是太有这些物质的条件也是解决不了你的任何的东西，而且带来更多的烦恼，更多的压力。那么真正的要获得快乐的时候，那就是要获得内心的快乐，而且内心的快乐是从哪里得到的？那么就是从慈悲心、从菩提心得到的。那以我们佛法里面讲到就是菩提心，那就以慈悲心来讲到，那就不光是佛法，那任何人都可以听得懂的，那就是爱心。那么爱心是什么？因为任何一个表达不出来的，只有人类可以表达出来，用语言来可以表达出来。那其他的很多动物来说的，用形容来可以表达出来，也是有慈悲的。那么在我们人类的慈悲来说的，也是比其他的动物，那么慈悲的那个怎么说呢？它的那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？距离就是更广一些。那么在其他的动物来说呢，那就没有那么大的很广的那种距离。但是我们人类来说呢，就可以就是除了在人里面以外，人类互相的那个慈悲以外，那就是更怎么说呢？说到怎么说呢？生态方面，就是相当于就是动物方面，都是有可以慈悲的。那一切都是慈悲。那么距离最短的话，那么父母跟小孩之间，跟亲人之间，然后兄弟姐妹之间，这些的爱也是慈悲心的，从慈悲而来的。因为根本上面就是有慈悲，根本上面有爱，所以就是有慈悲的产生。所以这个慈悲呢，就是那么就是能够可以在
骗一切的权利的话，那就是会得到更大的幸福跟快乐。从内心里面的快乐是不是用金钱去买下来的？金钱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内心的快乐。内心的快乐真正的就是在自己用爱的基础上，能够可以发出更广大的善心，这就是菩提心，这样才会得到更大的爱，更大的那个什么快乐跟幸福。如果是在内心没有快乐跟幸福的情况下，你拥有多少的金钱，整个的这个世界是，如果是你一个人的，你也是会有更大的烦恼。对。